你这个真的是100多买的4大包吗？对呀。这当妈了以后真的是太会捡漏了，就这个银的红花衬纱系列，就这个价格哈，咱还去买啥杂牌的呀？这一到天热的时候，你看家里的纸尿裤用的真的好快啊，孩子就尿一次我都想给他换了。如果不是现在618搞活动，我也不舍得买这么多。像这种好的纸尿裤啊，什么软了、能吸不漏了，真的都是很基本的要求，就特别适合爱敏、爱红、爱漏尿的宝宝。你看它做的非常的轻薄，就撑开之后跟块布似的，那孩子穿它就跟穿个行走的小空调一样。而且这上面还给咱用的非常昂贵的红花衬纱精油，像我们家2个民宝哈，穿它从来都是不抿不红不漏的，芯体也给咱做的巨薄啊，跟1块钱的硬币似的。而且这上面满满的大凸点，还有透气微孔啊，就怕夏天的时候啊闷到宝宝那个小屁屁啊。2侧的阁楼边也做的非常立体啊，就是爱动爱侧睡的宝宝也不用担心它从旁边给露出来。不光可以日用啊，夜用也一夜一片妥妥的。就这种高端系列的纸尿裤，姐妹遇到价格合适的时候千万别划走，一划走再划回来指不定是啥价了。